ISOM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usicians 考試機構係一個致力提供高質素音樂評估嘅國際組織，為音樂學習者提供多種音樂嘅考試，包括樂器演奏、音樂理論同埋演唱等，以全面評估學生嘅音樂能力同埋知識，並且係主要以錄影形式進行考試嘅。咁 LCM Early Learning 大家就聽得多啦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 ISOM 蒙特梭利幼兒音樂考試，未夠3歲都可以進行嘅考試。ISOM 蒙特梭利幼兒音樂考試證書一共分為2個 level 嘅，第一個 level 咧就係配合動作唱一首歌，同埋喺任何樂器上面演奏一首歌，可以係 Rainbow Bells、音磚等等幼兒樂器都可以嘅，咁或者係唱2首唔同嘅歌曲，或彈2首唔同嘅歌曲。咁 Level 2咧就係第一樣嘢，就係需要配合動作唱一首歌，第2就係喺任何樂器上面演奏歌曲，第3就係一個自選嘅考核部分 ，A、B、C 可以選一樣嘅。A 就係唱出輪唱嘅歌曲啦，可以同老師或者家長照顧者年齡較大嘅小朋友一齊進行嘅。咁 B 咧就係考生可以唱或者彈奏任何嘅歌曲，並解釋佢哋點解中意呢首歌啦。C 就係考生可以唱或者彈一首佢哋創作嘅歌曲，並且談論佢哋嘅歌曲。所以喺 Level 2咧，考核嘅範圍係更加多元化同埋全面，更具創意性嘅。咁報考所需要嘅資料咧就係學生出世紙或者係身份證 copy 啦。第2樣就係報考費用，第3就係錄影考試嘅片段啦。咁考試成績一共分為3個等級 ：Pass、Merit 同埋 Distinction。大概1個月內咧就會出到成績分子噶啦，3至4個月就會獲發證書。咁 ISOM 嘅證書認受性係點嘅呢？ ISOM 蒙特梭利幼兒音樂考試證書係被蒙特梭利全球教育 STAR 框架認可嘅考試。咁 ISOM 亦都已經通過英國政府 Ofqual 嘅評估，符合考試嘅標準同埋要求，就係同 ABRSM 啊、Trinity 考試局一樣嘅。而且由 Step 1至2，即係初級樂器考試就已經納入為 Ofqual 認可嘅證書噶啦。ISOM 嘅資格亦都被納為歐洲資格框架 EQF 入邊噶啦，咁所以證書都具相當高嘅認受性。考獲證書之後咧，亦都可以幫助小朋友喺入學面試嘅時候多一個競爭力。Tener Music 為 ISOM 香港、台灣同埋澳門嘅代理，如果有意報名考試，就可以聯絡翻本校。